阿平叔，嗱，啱啱琴日政府就公布咗綠葉紙咧，解釋點解唔發牌俾呢個香港電視啦。咁你覺得嗰綠葉紙係咪真係可以解釋到當中嘅真相呢？其實完全冇解釋到。其實呢件事件呢係有兩個關鍵。第一關鍵呢就係話呢，點解政府係唔依照以往嘅一貫做法，喺改變一個非常重大嘅影響公眾利益嘅政策譬如話由一個係發牌係只要符合資格而冇上限呢個咁嘅政策，變成一個咧係有篩選3揀2呢個政策呢？點解政府係可以唔跟以往嘅做法，交翻俾係通訊局，由佢去討論，由佢進行諮詢，然之後先去決定呢？冇解釋到。第二樣嘢呢，更加係完全係冇解釋到嘅，而始終即係由開始到而家，我都認為政府係做錯，好多市民都認為自己做錯係咩呢？就係話，即使你要決定係某一個申請人，佢係落敗其實呢，你根本佢嗰個龍門搬咗已經係唔啱㗎啦。好啦，我當你搬咗個龍門唔幫你拗啦，咁你都要解釋點解佢落敗呢？成篇聲明最重要一句係咩呢？其實最重要一句呢，同時都係最冇意義嘅一句。嗰句就係話呢，行會最終決定香港電視較其他嗰2個係申請人呢，整體上差。咩意思呢？有準則，有因素。點解政府唔可以講出根據乜嘢準則、咩因素，香港電視係唔合格，或者比其他2個申請者差呢？點解政府唔去回應或者唔敢回應？即係黃維基先生，我都強調我完全唔識佢㗎嚇。黃先生即係話：喂，顧問報告冇話我哋係最差喎咁樣。咁所以6篇紙呢，其實係冇意義嘅。個真相政府仍然係講唔到出嚟。咁我覺得呢件事呢，係由頭到尾呢，我都認為政府做錯。綠葉紙都係黑箱，但係如果你有呢個議案通過咗，你喺黑箱裏面攞到一啲資料唔齊全，但係透過攞到資料，你又開始去睇下政府有啲乜嘢其實仲係隱瞞緊嘅，開始抽絲剝繭，開始嘗試尋求真相。起碼你行咗一步，所以我係完全呢係要駁斥有一啲議員話：喂，你既然攞唔到機密，於是就唔齊全，於是就冇用，於是就唔好去攞。我完全係駁斥呢個講法。喺一個黑箱，同埋呢黑箱裏面攞到啲資料，邊樣好啲呢？你攞唔到黑箱一啲資料，並不表示政府會將個黑箱打開。有啲人就話即係特權法就可能會衝擊到呢個行會嗰個保密制度咁樣。咁你覺得你個睇法點樣？特權法以前用過，唔係又冇先例。點解有呢個特權法？就正正因為係一個健全嘅政府體制，政府或者行政當局係唔可以自把自為，一定有適當嘅制衡。立法會即使現在唔係全部直選，但係議員係有不可推卸嘅責任，代表佢嘅選民，代表佢嘅市民去監察政府。如果政府係堅持黑箱作業嘅時候，立法會係絕對應該運用權力代表市民去尋找真相。所以呢個係完全係天經地義嘅事，不存在
所謂衝擊行政當局。點解行政當局唔可以接受市民嘅監察，唔可以接受立法會嘅監察？再講到機密，其實現在呢個議案呢已經話唔去攞呢啲所謂行會嘅機密資料㗎啦。但係即使攞機密有咩問題呢？機密唔代表佢可以凌駕重大嘅公眾利益之上。如果係咁的話嘅時候，咁係咪呢個政府就可以以機密為由？正如而家咁樣嚇，乜嘢理由都唔講呢？冇可能嘅。所以唔能夠將機密呢係提到一個無限上綱。呢個只係可以話呢，係只係存在喺一個極權社會。即係我覺得呢，今日即係喺立法會投票嘅議員呢，不分黨派，其實真係問下自己個良心。你投嗰票，你對唔對得住自己？你對唔對得住香港人？投完呢票之後，聽日、後日、明年、10年後，你可唔可以同你屋企人講，同你個仔講，同你個孫講，嗰陣時我投嗰票係啱嘅，我對得住自己個良心嘅。我覺得問清楚自己。仲有，我好希望呢係今次係所謂開始放風，話佢雖然唔支持，但係唔會反對，可能會投棄權票嘅議員呢，請你唔好蒙騙市民，喺分組點票之下出席而投棄權票嘅，等同投反對票。如果你真係過唔到自己嘅，請你唔好出席呢個會議，咁仲係比較上公道一啲。萬一真係今次過唔到啦，咁你覺得係咪一件好可悲嘅事？即係香港市民連一個想知道真相嘅權利都被剝削咧？今日過唔到呢，係完全有呢個可能性嘅。但係我就覺得，如果呢件事係錯嘅，永遠都係錯。我好希望呢係香港電視嘅員工或者前員工希望真係支持你哋嘅市民。其實支持嘅市民只不過係本住良知去支持啫。記得唔好忘記呢件事，唔好放棄追求呢個真相，唔好忘記政府係做錯咗呢件事，唔好忘記投反對票同埋棄權票嘅議員係做錯咗呢件事。記得佢哋做錯呢件事，然之後問自己：今日做錯事嘅議員，其實仲有冇資格代表你哋呢？真相係永遠唔可以被埋沒嘅。政府一日講唔出，佢點解要作呢個決定？始終唔好放棄尋找呢個真相。嗱，當然即係今日以後、聽日以後好多香港電視你又好，其他啲員工又好，為咗揾食有其他嘅工作要做，唔可能日日遊行，唔可能日日集會。但係記住呢件事，有機會嘅時候不斷去爭取，唔好放棄。理想好多時最終達唔到，唔係因為有人打壓，係因為自己放棄。既然呢件事係政府做一個好大嘅錯事，錯到係違反即係公義，錯到係打擊或者損害香港人引以為傲嘅拼搏精神，錯到係企圖去剝奪、扼殺
即係一班不甘平凡，希望係創意，希望係達至理想嘅一班人，特別係年輕人，點解要放棄？